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0，箴言16章16节安尼讲：得到智慧比得到金较好，经到聪明比得到银较好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得到智慧甲聪明，比得到金甲银较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全能至高的上帝，愿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敬拜甲感谢。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是知识甲聪明的相似者。天地万物拢因为你的智慧来创造，万事万物拢因为你的权能来得到建立。主啊，你的话引带阮行伫长行的路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无受世界的价值观所迷惑。当人追求财富、名声、地位的时，愿搁较无你的真理。当人追欲短暂成功的时，愿更加追求永恒的价值。当人倚靠家己聪明的时，愿单单倚靠你的智慧。主啊，愿一生敬畏服侍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